我哋希望透過今次嘅體育節，讓更多嘅香港市民體會同埋認識各種主流同埋非主流嘅競技運動。我哋好希望咧，社區能夠搞多啲呢一類嘅體育節，讓我哋嘅社區咧更加多嘅正能量。運動係一個好好嘅媒介，無論傷健好啦、少數著嘅動員好啦，咁係一個好好嘅平台。咁希望今年第一屆嘅武博體育節咧，可以發掘到更加多嘅精英運動員，代表我哋香港面向世界，攞多啲獎。隨住燈光亮起，首屆香港國際武博體育節正式開幕。進入亞洲立技之王者大賽嘅賽事啊！
謝各位。